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2，也就是咱敬拜主的主日。诗篇95篇第60安尼讲：来啊，咱就鞠躬敬拜，跪倒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。大家来祈祷。阮逐日就敬拜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是独一的真神上帝。主，阮就将耶和华你的名所应该得的荣光归乎你，也就用圣洁的砖塔来敬拜耶和华你。主啊！阮常常对服侍你的代志无要无紧，阮常常无用敬畏的态度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恳求你赦免阮的无敬虔，阮恳求你赦免阮的无圣洁，求你互阮会通知影，你是圣洁的上帝。你是创造阮生命气息的上帝，你要互阮用清气的心、圣洁的灵来敬拜你，愿阮将你应得的荣光来归乎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愿咱每一天拢用圣洁的砖塔来敬拜咱的主，互咱会通将伊应得的荣光归乎伊的名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